劇廢鴨。喂，大家好啊！又到咗同大家一齊煲劇嘅時間啦。今次要講嘅係一套大陸劇啊，叫做《慶餘年》。我相信啲聽眾都有啲 surprise 噶啦。我竟然講大陸劇，咁啊理身一下先。我對上嗰套睇嘅大陸劇呢，就叫做《鐵齒銅牙紀曉嵐》。之後其實都好少涉獵大陸劇噶啦，咁今次慶餘年我都係抱住屎忽痕咁嘅心態開一開嘅啫，結果中咗劇毒，係啦，我係開咗3日3夜，基本上廢寢忘食咁樣，我就睇咗2季，總共82集，咁而家就坐等第3季。今次講嘅係一個無劇透嘅觀感，係啦，咁啊慶餘年咁其實係改編自同名嘅網絡小說，咁其實套劇呢，佢叫做係網絡劇嚟嘅。咁雖然我自己睇過呢，我覺得個規模係完全唔似嘅，而且佢揾到啲卡士都係勁嘅卡士嚟嘅。係啊，咁我自己幾中意套劇個英文名，佢個名叫做 Joy of Life 啊。人生有啲咩追求呢？都係無非想揾到屬於自己嘅 joy 快樂。即係環境啊、世局啊、時代啊，都會影響到每個個體。我喺呢度生存嘅時候，我要點樣去揾到自己嘅快樂？係啦，咁套戲上如果你要做啲意義嘅分析，其實我覺得係可以講啲自我價值啊、生存意義等等嘅嘢，可以深究嘅。佢係有呢個內涵喺入面嘅。係啦，慶餘年咁就播咗2季，咁佢第一季係19年出，咁就46集。第二季係隔咗5年，24年嘅5月先出嘅，咁就36集。咁如果唔係有 D+ 嘅話呢，我係唔知道有呢套戲嘅存在嘅。本身係一套叫做架空古裝武俠劇，咁有少少穿越嘅元素喺入面嘅。個故事簡介類似係你當男主角類似無職轉生咁樣啦，即係佢病死咗，然之後再投胎就去咗一個異世界，咁係一個古裝武俠宮廷世界咁樣啦。咁啊重新生活嘅時候，佢又再經歷翻啲唔同嘅家族啊、市井啊、江湖啊、廟堂啊，種種考驗的傳奇故事。呢個我照級故事大綱嘅。其實個古仔個重點並唔係話真係淨係穿越嗰部分。個男主角因為佢係有穿越呢個成分，佢有一個優勢，有一個眼光，同埋有一個獨特嘅視野，即係佢有一個新一代嘅思維。而佢有呢個思維，點樣可以令到佢有呢個能力去改變個世界？咁佢喺套戲入面，其實佢就講到嗰種，即係男主角其實係嗰種唔識死，好中意闖禍嘅心態去過去嘅第二人生。咁啊套戲因為有穿越嘅成分，咁有時有啲 get 啦，咁有啲大陸嘅 terms 啦，同埋玩啲抖音嘅 get 啦，我係唔明嘅。但係佢另外都仲有一啲輕鬆嘅成分，可能有啲角色係會做一啲喜劇嘅擔當。咁其實係令到成套戲冇咁沉重嘅，因為本身套嘢個主線呢係沉重嘅。其實2季嚟講，第一季係3分嘅輕鬆，7分嘅正經。第二季呢就調轉7分嘅輕鬆，3分嘅正經。而睇佢嗰個本身故事嘅大綱嚟講呢，而家做咗2季嘅內容，睇嚟呢一套戲其實係要做5季先收得皮嘅。睇 trailer 啦，睇 promo 啦，咁其實佢都會好刻意去剪嗰啲穿越元素嘅 get 放入去，好似想吸啲觀眾。咁啊有觀眾之前同我講嘅，佢話見到個 promo 都覺得尷啊，唔想開嚟睇。咁我要同佢平反一下，嗰啲係啦穿越元素嘅 get 係蔥花，係點綴嚟嘅，而佢本身嗰兜嘢呢係好好食嘅。就算你唔中意啲蔥花，你都可以食埋。其實佢原著係講個男主角佢係由即係現代嘅世界上一世穿越到去一個古裝嘅世界，即係下一世。咁但係喺電視劇個設定呢，唔係直接講穿越，佢係反而係講喺一個大學嘅圖書館入面，一個學生同一個老師嘅對話，去傾一個我點樣將一個現代嘅觀念去剖析翻古代嘅文學史，就係我寫一個網絡小說，用個故事去講現代思想同古代制度嗰個碰撞。假如我可以喺古代入面再重新用現代嘅思想活一次，而呢個喺圖書館嘅設定就變咗每一季嘅季頭同季尾都會攞嚟接頭同接尾嘅片段，就好似做咗另外一副第4面牆咁啊！
教授同個學生會講幾時先有下一季啊？點解喺呢個位停啊？可唔可以唔好等咁耐啊？咁嘅作用啦。古仔如果要無劇透咁講呢，其實我自己覺得佢入面個餡吸引嘅並唔係穿越，而係嗰種男主角可能喺佢嗰啲職場上嘅生活呢，其實有少少似半澤直樹嗰種職場暗算，以眼還眼，有仇必報。但係佢就撇除咗半澤直樹嗰種浮誇嘅表情，好明顯嘅人物對立，反而呢，慶餘年入面呢，佢所有人物嘅對話立場呢，好含糊嘅，所有嘢都係要我哋觀眾去猜度，究竟啲角色諗緊啲乜？少少微劇透啦，揾個戲中嘅例子同大家講講。譬如有一幕呢，就係林宰相同慶帝嘅戲嚟嘅，咁關於係男女主角嘅婚約，呢一幕你會見到呢，林宰相首先過去，我上個酒接，然之後話有啲攰，我想攞杯茶飲飲，係啦，坐咗喺度唔主動去傾任何嘢，為嘅就係令到阿皇帝主動提起翻婚約呢一件事。慶帝佢冇理到，就反而加火同你煲茶，為嘅呢就係逼林上自己提起嗰件事。係啦，喺呢一幕你會見到，其實因為主動提起呢件事嘅人先至係被動嗰個，呢一個主動被動呢，就係日後權衡嘅把柄啦。咁啊皇帝就問阿林上，喂，關於個婚約你係點睇噶？其實佢係想引阿林上出嚟，就係話不如解除婚約啦，咁令到呢件事上林上係可以有求於皇帝。係啦，咁點知呢？喺呢個情況下呢，林上就默默講咗句，我係相信陛下嘅眼光。嗱，呢個位拋波拋得好靚啊！係啦，即係我講咗我嘅立場，但係我亦都立於不敗之地。成套戲好多都係呢一種語中帶刺，咁而喺劇中入面，阿林上同阿慶帝嗰個鬥法，其中一個幾好睇嘅地方嚟嘅，唔會明講，猜度。成套戲輕輕咁數，你記得嘅角色都已經有30幾個，係啊，強係強在你真係記得佢哋，連啲隨從都係非常之有個性嘅。開頭佢會散開唔同人物主線嗰陣，我會有啲想 skip 嘅，去到中段啦，你睇到佢總之慶帝、陳萍萍同埋范閒呢3個主角嘅角色，佢正式交接咗呢之後，所有人物嘅關係脈絡就全部串晒埋一齊，之後就所有角色都完全 skip 唔到噶啦。最後無劇透嘅觀感都可以講一講主題曲嘅部分啊，係啊，咁我覺得係正嘅，同埋俾心機嘅。兩季嘅主題曲有片頭曲有片尾曲，總共有4首歌，咁我自己只係想講其中2首，就係第一季嘅片頭曲叫做一念一生，係李健作曲作詞同埋演唱，咁主要都係講人生為何啊。睇翻佢個詞，第一句就叫做你可曾聽說過雪山懸崖，呢一個位其實佢就用雪山去講翻即係人生追尋啲乜嘢，即係喺啲山頂啊深淵啊，都係一念之間。我見到入面好多有聰明的、愚笨的、善良的人，全部都係你熟悉嘅人。簡括咁樣講咗男主角 even 係我哋自己嘅一生，追求係啲乜呢？名利係啲乜呢？入面經過唔同種類嘅人，你又得到啲乜呢？另外第二季嘅片尾曲啊，咁啊叫做借過一下，周深演唱嘅作詞其實係非常之有意思嘅。其中一個大醉一場，殿堂之上，背閒詩兩三章，咁其實就係第一季嘅一場經典嘅情節。咁入面講過話借過，我路亦都借過，你係你，我就係我。正如先生所講，我哋每一個人嘅心都有瑕疵。我瀟灑地過，並唔係因為我唔驚，而係我願意為我嘅瀟灑付出代價。權衡過利弊之後，我仍然遵守住自己嘅對與錯。多謝你賜教過嘅說話，唔該你借過一下。就係咁，有啲咩 comment 歡迎喺下面留低，同埋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 啊。拜拜。